Hello，大家好，我係十里人攤阿 Raymond啊。今日就5月1號晏晝3點零鐘啦。咁今日嘅五一假期咧，個人流量開始慢慢逐漸多翻咗啦。同翻往年比咧，可能就係多少有啲差距。因為始終可能依家大家選擇多咗啦，或者係經濟嘅問題咧不得而知。但係咧就依家現時嘅街道，今日5月1號暫時咧都相對嚟講會比較通暢。咁我哋依家現時咧就步行咧就行到去嗰個一期嘅沙灘嗰度睇翻個人流先嚇。因為依家現時咧我哋喺3期海逸灣嘅呢個鋪頭嗰度行緊過去，帶大家詳細了解翻依家現時嘅街道情況啦，同埋我哋嘅生活配套。嗱，我哋依家正面睇得到咧就係東洋桂嘅呢個風味餐廳。呢間鋪咧聽同事講翻都頂手頂咗成3-4次噶啦。咁家陣咧，亦都係屬於新開張有啲 discount 可以俾到大家享受嘅。咁日常咧有啲海鮮食啦，亦都有粵菜同埋湘菜湖北菜等等之類嘅菜式嘅。咁如果假如日常咧，好似我哋平時有啲香港業主去邊度去飲下茶咧，好似前面嗰間旺記啦，朝頭早有茶飲嘅，亦都可以有海鮮食。依家現時我哋行緊嘅位置咧，就係屬於1期嘅呢個海鮮美食街。咁同3期嘅位置唔同啦，佢係屬於比較早期嘅。佢呢個位置咧就係屬於係臨內海整體嘅呢個內部環境咧可以望得到部分嘅海景。咁鋪頭咧亦都相對嚟講比較規範啲，但係咧就隨住呢2年嘅經濟下行嘅問題啦，有啲生意都係一般般咁呢個我哋見得到個旺記樓上咧，就有間愛田灣假日酒店。呢度咧就屬於係自建房嚟嘅。咁上面都有啲即係啲臨時公寓啦。上次有個客過嚟睇樓，咁後期咧都即係1晚嘅費用大概去到180蚊左緊咁樣緊啦。咁跟住我哋嘅鏡頭去行呢個位置先。呢度咧就同大家講翻啦，即係其實喺呢個五一假期咧，按照翻依家現時嘅車流量同埋人流嚟講咧，都算比較多啦。好似我哋上一期拍攝嗰個融創嘅海灣半島嗰2間單位，20萬嗰間如果假如唔清楚嘅朋友可以翻我 channel 度揾翻。咁呢個2間單位日租房咧已經租咗出去噶啦。聽翻嗰個託管公司嘅同事講翻咧，就要等到五一假期之後先可以再帶大家去睇樓嘅。所以其實按照翻依家現時度假嘅人群嚟講咧，都係算比較多，而且比較密。但係咧就唔似得往日咁就會長住咯。可能住翻2晚到咁上緊，就可能又去第2度玩噶啦。咁依家現時我哋行緊嘅呢個就係啱先講嘅呢個整體嘅宵夜一條街。大家可以睇翻個視野同埋外圍嘅環境嚇。咁依家現時咧呢邊就係宵夜一條街，開心餐吧啦，同埋嗰個潤滿園啦，呢啲都係屬於比較大型嘅呢間餐廳位嚟嘅。咁呢度都有早餐、有早茶、中午菜夜晚宵夜咁都有。不過通常例牌咧開到差唔多夜晚8-9點鐘度咧，就生意會淡啲。主要係要集中喺3期嗰邊嘅呢個整體嘅呢個海鮮街嗰邊可能會比較多啲。依家我哋眼前望得到咧就係海雲天。海雲天就屬於1期嘅，上2期都有拍過噶啦。佢就係一線臨海嘅最早期嘅單位。佢嘅單位嘅缺點咧就係佢嘅整體分攤面積比較大，因為佢嘅設計咧就好似酒店式公寓咁。樓宇嘅通道位嘅分攤會比較多，所以我哋之前拍攝嘅80零方嘅先做到一間公寓。咁咧就整體嘅管理費會比較高啲啦。2個3咁80幾方嘅單位就去到差唔多200幾蚊。咁1個月嘅管理費，水電費都係一樣嘅標準嘅市電市水。其實依家逐漸睇得翻就係好多啲人咧就已經行緊翻嚟啦，即係啱啱中午嗰段時間喺海邊散咗步咁。今日嘅天氣就一般，
咁啊，朝頭早嗰陣時咧，仲冇咩太陽，好似有啲陰陰天，咁啊想落雨咁滯嘅。但係依家現時咧就開始有翻多少陽光啦。咁啊，去海邊玩咧，最好就係天氣唔落雨啦，跟住又冇咩太大嘅太陽，咁可能會比較好啊。因為水嘅折射會比較大，整體嘅話咧就會變成咗就係好容易曬傷。好似阿威文有時日常幫大家拍攝嘅過程之中，淨係喺路面嗰度行翻個零鐘頭啊，基本上當晚翻去嗰陣時都紅晒嗰啲皮膚。咁所以咧上一期都有同大家講過，各位如果各位去出行嘅話咧，係自己注意好防曬啦，着翻件防曬裝啦，或者係塗翻啲防曬油啦之類啲嘢。嗱，家陣有啲業主咧都中意出嚟趕下海嚇，捉下啲螃蟹啊，或者係有啲蝦之類啲嘢，唔知今日有啲咩收穫，好似都有啲大件嘢㗎嘛。啲細螃蟹嚟嘅啫。呢度右手邊咧就轉翻我哋嗰個銀富市場嗰邊啦，咁啊就直接一條路過去，路口就係噶啦。咁但係咧，如果沿住呢一條健康即係嗰個綠道咧，就去到一期海雲天啊，同埋水藍天啊嗰邊。鏡頭依家睇得翻右邊呢一排咧就係水藍天左手邊中間位嗰個位置咧就係鳳凰酒店。今晚酒店嘅入住都算 OK， 因為去到嗰陣時，現場都見到好多遊客辦緊check in。依家現時行緊嘅屬於係一期嘅街道，咁整體嚟講咧就依家就逐漸靠翻沙灘邊啦，咁啊人氣相對嚟講會多好多噶啦。啲漁船都幾過癮嘅喎，上高都做埋咗太陽能板，可能就成啲燈方便採光。不過你咪話咧，出到海面之後咧，真係會好猛太陽，因為威文平時都中意釣下魚咁。咁啊，有時咧都會喺海邊嗰度玩，上高嗰度有時真係出一日嗰陣時，好疲勞啊！睇唔睇到啲人喺度趕海啊？依家晏晝3點零鐘，咁啊退潮個階段咧，可能有啲斬獲㗎。依家就行到海雲天嘅下低嗰個商業街，咁呢邊咧就長年咧都有啲走鬼檔嘅，賣啲咩咧？臭豆腐啊、椰青啦，跟住啲平時啲小食啦、涼粉啦，呢度咧就係媽祖廟，咁咧側邊呢個位置就行緊翻嗰條綠道啦，連續翻我哋啱先嘅位置。而家海邊嘅位置咧，好多啲共享單車，基本上有大陸嘅 WeChat 嘅咧，都可以去進行一個使用嘅。咁啊，租金好似10蚊嘛，我之前用過一次，唔知依家有冇降價啦。呢條綠道咧係唔行大車嘅，咁大多數都係業主自己踩下單車啊，跟住開下電動車啊，咁就經過。上一期我哋有講過啦，好多住喺海雲天嘅業主咧，朝頭早跑步啊，都係呢條路徑會比較多啲嘅。
啊，基本上1到5一假期啊，啲後生仔女啊，咁啊基本上拍拖嘅又有啦，一家人過嚟玩嘅又有啦，人氣都 OK 嘅。所以我哋好似呢啲文旅項目嚟講咧，你話正常嚟講，好似佢長住嘅可能性並唔太大，度假嘅群體會比較多，而且最關鍵係咩咧？因為成個十里人灘呢邊板塊接近有成6萬幾戶啊，戶數比較多，所以變成咗咧佢嘅供需關係就即係點講就會有啲偏高，供過於求，所以咧就依家現時有時會見得到，一到夜晚咧啲房屋嘅燈啊，唔係話真係開得咁滿，畢竟佢唔係市中心，佢唔係嗰種即係好似我哋大亞灣、惠陽、惠城嗰啲入住率咁高，但係咧喺呢邊都差唔多有2成嘅常住人口，咁其他嗰啲咧係屬於係度假或者間唔中喺呢邊即係辦公啊之類嘅，亦都有啲喺呢邊租翻1年啦、2年啦，咁啊短租啊呢啲類型嘅，所以其實我哋呢邊嘅流動性、人口流動性會比較大。其實惠州整體咧，佢亦都係一個比較包容嘅城市，5湖4海，省內省外，甚至乎國外嘅都有喺呢邊生活嘅。咁啊，尤其俄羅斯啊，同埋歐洲嗰邊咧，都有一部分啲客喺呢邊嘅，因為本身呢邊有外國語學校，再加埋咧好多喺呢邊做外貿嘅，咁所以變成咗就係我哋呢邊嘅人咧都個個地方我都有，呢樣嘢就變成咗好多人會中意喺呢邊去即係租賃啊，或者係居住嘅呢個原因。嗱，我哋差唔多到翻嗰個一期沙灘圍啊，大家可以陣間見得到今日嘅人氣量去到幾高啦啊！咁我哋依家睇翻今日嘅人流量之後咧，會詳細嘅同大家介紹翻我哋今日主推嘅海入灣呢邊有個單位啊，咁啊性價比比較高嘅，咁我哋先了解具體嘅環境先。呢一頭咧就好多礁石啊，喺嗰邊嘅位置有涼亭，咁啊朝頭早晨運又好啦，或者係啲釣魚嘅愛好者又好啦，咁啊好中意磯釣嘅啊，就喺嗰個礁石上面去進行一個日常嘅釣魚啊。其實一期嘅綠化環境都整得比較好嘅，仲係保持一個原狀。大家應該都有去過好多喺國內呢邊嘅呢啲內陸嘅呢個城市啦嚇。咁啊，基本上可能頭嗰2年咧整得好靚好花巧嘅，但係咧日常咧就欠缺咗維護，變成咗咧就好多啲地方咧設施壞咗啦，綠化又差啦，嚇垃圾就成地啦。但係十里人灘咧，因為佢始終係一個旅遊點，再加埋一個居住點，咁咧就好多嗰啲發展商佢自身都有呢個維護嘅呢個設備嘅呢個方式。咁啊，依家現時嘅公共部分嘅綠化咧，好多係碧桂園呢邊嘅清潔咁嚟維護嘅，包括園林綠化。咁所以就整體睇翻上去咧，真係如果假如唔講嘅話咧，都唔知道呢度有10零年到咁上緊嘅時間㗎啦。喺呢邊咧做生意嘅你都咪話，一到節假日特別多，賣救生圈啦，嚇啲掘沙嘅工具啦、拖鞋啦，嚇嗱嗰邊有包嗰啲大飛進行一個旅遊度假嗱，前面開始多人啊，整體嘅呢個人氣量就開始上咗嚟，哇真係好曬！嗱，我哋就唔行前邊啦，因為人太多。
我哋就從呢個側邊嘅位置往下拍攝出嚟啦。咁呢個位置礁石灘嘅位置咧，啱啱講咗啦，嗱，趕海嘅人幾多啊？跟住前邊呢度咧亦都有大飛可以坐。咁啲大飛咧就通常喺附近島兜個圈，咁啊30蚊一位就可以去坐下快艇啊咁出去玩。咁啊，對於威敏嚟講咧，俾我就一咪就出去釣魚，一咪咧就係上船去食海鮮，即係喺嗰啲魚排上面嘅海鮮咧特別有風味啲嘅。坐喺嗰個即係近海嘅呢啲沙灘位附近，喺魚排上邊咧食啲海鮮咁啊，味道都好似特別正啲嘅。不過相對嘅嗰個海鮮嘅價位咧，原來就會比依家現時大排檔啲會高啲啦，因為佢始終新鮮啊。啊！呢邊行到礁石灘啦，釣魚佬啊！所以我啱先講嘅就係，其實咧喺呢邊玩嘅人咧係好多類型嘅，有過嚟帶屋企人過嚟親子㗎啦，亦都有啲即係自己過嚟呢邊拍下拖仔啊，中意釣魚啊咁之類。哎呀，大鑊！呢條路真係行錯咗，諗住好行，原來仲衰。下次咪學我啊！盡可能行大路。呢啲人咧，基本上都唔一第一日，啱啱有呢種叫做係特別興奮，因為畢竟返工時間咁長啦，咁啊難得出嚟玩下，咁所以咧咁熱嘅天時咧，佢都照樣嚟行海邊呢邊去玩嘅。嗱，正常咧過多2日時間，佢哋就會知嘅啦。啊，通常都會到可能晏晝5、6點鐘到咁上緊啦，先會出嚟，因為實在太曬啦。嗱，大家睇唔睇到啊？呢邊就係依家現時5月1號晏晝3點半，成個海灘邊嘅人流量啊，出邊嗰啲咩降落傘啦嚇，同埋啲包遊艇出海㗎啦，同埋快艇啊，人太多啦，我就唔過去啦。對面呢2棟咧就係一期嘅嗰個鳳凰酒店，咁基本上依家入住都算比較高㗎啦，因為始終都比較貴。咁啊 OK，咁我哋依家翻轉頭拍攝啲整體嘅單位嘅戶型，俾大家了解下先。好啦，話咁快我哋又行翻嚟鋪頭呢邊攞到鎖匙啦。咁啊，依家現時咧就行到去啱啱一期嗰個沙灘位咧，全程係去到18分鐘到嘅。咁可能我本身一路行一路拍啦，嘥咗少少時間。正常可能15分鐘到應該 OK 嘅。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十里人灘呢個位置有幾大啊！出行嘅話，如果假如過嚟長住嘅朋友咧，建議仲係買一台好似前邊呢支高爾夫球車，幾千蚊一台嚇，對面鋪頭有得賣。咁我哋依家現時咧，我哋嘅鋪頭咧就係呢間天之藍啊！依家現時上高咧就係海逸灣2、3、5、6棟嘅位置。我哋今日拍嘅咧主要係一個海逸灣嘅呢個3房84方，實收價錢咧係338000，為咗單價4000蚊一個方。跟住我鏡頭去睇睇啦嚇，大家依家睇到嚇3期呢個位置咧，相對嚟講佢嘅集中性會比較好啲，因為頭尾行路4、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2間大街市同埋超市。咁再加埋咧呢一邊咧，亦都係食肆比較多嘅。咁我哋依家眼前睇得到嘅嗰間家家美食咧，亦都好多香港朋友成日中午咧，有時或者夜晚過嚟食飯都會比較多嘅。有呢一間。性價比比較高啊，10零蚊、20零啲蚊，有燒鴨飯啊、炒飯啊，味道都唔錯。咁我哋依家現時睇翻嘅就係海逸灣嘅另一期部分，大家跟住鏡頭入去詳細了解下先。咁呢一期咧就係海逸灣嘅另一個南區嘅部分啦。咁咧佢呢邊咧亦都係有6棟樓嘅。我哋今日介紹嘅咧係屬於係低樓層。近住花園園林嘅，
整體嘅環境咧，其實都幾好。樓宇都算相對比較新，大概係去到8到9年時間啦。咁我哋行啲捷徑嚇，下低呢啲全部都係架空層，可以直接連通嘅。咁都有啲健康設施嘅器材，俾到業主咧，有時就算翻風落雨都好，可以喺下低呢邊即係做下晨運。咁啊，大堂嘅下低咧都係啲信箱位啦，擺放啲電動車啦。咁啊，依家現時呢一期咧，主要係針對翻一啲即係活動器材嘅設施，好似依家我哋見得到嘅就係嗰個羽毛球場啦。再往前行咧，亦都有泳池。泳池咧就係去到今年嘅夏季6、7月份先會開放嘅。咁啊，仲有一啲兒童嘅活動設施啦，都會齊備。咁呢一期咧，最係園林咧，都算係樓與樓之間都比較即係闊長。嗱，大家見到嚇呢邊咧南北向嘅位置咧，亦都保持咗呢個通爽，所以喺園林入邊咧係感覺唔到係好焗嘅嗰種狀態嘅。對於我啱先行咗咁遠路嚟講，成身水身汗，吹下呢啲自然風都幾舒服。今年5·1假期咧休息5日，所以咧基本上亦都係啲高峰期啊！大家出嚟玩嘅出嚟玩，出嚟度假嘅出嚟度假。咁基本上咧唔想行嘅咧，就喺屋企同啲小朋友啊喺附近行轉，或者食翻啲好嘢，就係咁啦。啱先我講嘅泳池咧就係呢個位置。我依家暫時仲未開放，咁亦都有個兒童活動場所啦。對面就係海有灣嘅236棟。整體如果肉眼望過去咧，其實業主都算差唔多接近有成3到4成啦。咁呢邊亦都一樣，好多單位你都有裝咗窗簾啦、冷氣機啦。其實睇上去亦都唔會話真係完全冇人氣。樓下大堂嘅位置附近都有呢啲垃圾桶，可以平時落樓掉垃圾。整體都算好乾淨企理㗎啦，因為佢個物業咧做得都算比較好。咁咧呢個大堂嘅呢個對講器咧，如果假如冇業主卡嘅朋友咧，就可以撳呢個掣嘅管理處。咁啊，常住嘅朋友應該都好清楚。如果有卡嘅咧，直接嘟下就可以打開我哋依家現時嘅大門㗎。呢個係成個大堂嘅位置。因為本身呢邊係屬於文旅項目啦，佢考慮到人流嘅出行方便性，所以咧都每個樓宇都做咗3台或者4台 lift 位嘅。好似海南天咧就係去到4台，我哋依家現時呢啲住宅部分嘅咧都係以3台為主，我哋都可以係直通到負1層啊地下停車場嘅位置，咁你就可以保證到我哋唔會喺夏季高峰期嗰陣時人流出行嗰陣時會成日要等 lift 等得咁耐咯。咁我哋依家上去現場睇睇先啊。依家咧我哋就到咗呢個樓層啦，主要係帶大家睇翻呢一間業主嘅單位啊。呢個樓宇咧就係去到84方啊，有戶門口嘅位置咧就有一個鞋櫃，不過啲鞋櫃咧就已經受潮都好嚴重，變咗形噶啦，咁啊肯定唔使要噶啦，劈咗佢啱。雪櫃啦，同埋微波爐咧，仲有嗰個熱水爐咧，依家都係有嘅。佢呢間屋咧重新搞咗一次衞生，咁啊好乾淨企理啊，包括連呢個灶台嘅位置，連啲油漬都冇嘅。咁基本上入嚟住嘅話咧，唔使點執噶啦。而且牆身呢啲位置咧，業主重新油咗一陣油，咁所以咧基本上同新嘅單位係一樣嘅。個業主可能好中意打麻雀啊，買咗張麻雀台喺度啊，抌咗又得啦，或者自己留低又得，不過唔知用唔用到。客廳開間係3.6米啊，向住呢邊係街景，小區嘅園林。咁啊，整體嘅環境咧都比較清新優雅。呢啲位置咧有埋嗰個洗衣機啦，同埋洗漱台啦，啊，跟住晾曬方便啲。大家依家睇到呢個外環境，家陣係去到4點零鐘，所以室內個採光都 OK 嘅。咁呢個單位就3間房，睇間細房先。呢間咧就係做咗個碌架床，咁啊擺放落嚟之後，仲有好闊嘅空間，擺埋個衣櫃都 OK， 全部有窗。跟住咧呢一個位咧就係洗手間位，乾濕區分離嘅，
淋浴間啊有獨立嘅區域，有個窗口位，都唔會影響到室內嘅呢啲通風啦。咁啊，呢間細房咧就相對細少少啦，9個零方度啊，亦都採光 OK。主人房嘅位置，佢做咗一個即係本身開發商有個 L 型嘅呢個飄窗台啦，咁啊落地嘅，整體嘅效果非常之好。呢度擺放張米八床係冇問題嘅，因為之前喺威敏早期我哋租嗰啲單位都係擺到張米八床，係絕對係綽綽有餘。房間位咧，到時衣櫃就擺呢啲位置，咁啊整體嘅空間就基本上齊㗎啦。預留咗冷氣機嘅呢個管道位，外圍嘅環境都 OK 嘅啊。雖然望唔到咩太多嘅海景啊之類嘅，咁起碼唔使話到時驚翻風落雨啲海風吹到過嚟，到時會太潮濕啊。整體嘅效果都 OK 嘅。咁啊呢個單位就去到係4000零啲蚊一個方，業主咧就係滿咗2年嘅啦，就交1% 嘅稅，到時加埋過戶費，大概幾千銀搞掂㗎啦。咁成套單位咧就今日我哋獨家收翻嚟嘅新盤，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隨時聯繫我 WhatsApp， 或者係打翻我大陸電話進行一個詳細嘅預約嚟到現場睇翻。咁啊你話4000蚊到筍唔筍咧？如果按照翻成間屋個保養嚇，基本上大家見到冇得嗰種甩皮甩骨啊，或者係漏水咁狀態，其實都算好。因為始終你話買間平啲嘅，自己又要執過，又要使個1零2萬蚊，乜條數差唔多嘅啫，羊毛出羊身上。所以呢一間屋咧，可以了解下啊，過嚟實地考察下。咁啊，今日嘅5·1嘅呢個推送單位咧，就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咧我哋再會揾其他單位拍俾大家睇翻嘅。隨時關注我 channel， 了解翻最新10零攤啲二手盤嘅最新消息，好嘛？拜拜，咁多位。了解咗咁多，點個關注先嚟。